較特別啲嘅，就係介紹詩人同埋講詩歌。咁我哋個主題就係當生活構成一首詩啦，即係講緊生活同詩之間嘅關係啦。咁可能唔係個個都會寫過詩或者讀過詩嘅，咁點解我哋會有詩歌呢樣嘢？點解我哋需要寫詩或者需要讀詩啦？咁我哋今日就請到3位嘉賓啦，咁就係曾瑞明老師啦，係啦，咁啊係，咁 Sonia 係黃玉瑩啊，冇錯，係嗱都啱㗎啦，係啦，咁黃玉瑩老師啦，係啦，咁你都係老師嚟㗎嘛，係啦，都要咁叫㗎啦，係啦，同埋洪偉老師嘅，佢係老師嚟嘅，冇錯，係啦，咁呢3位咧咁啱就都係中大出身嘅喎，咁所以如果大家都係中大出身嘅，可能就會覺得，咦原來中大原來都有詩人㗎，原來都有唔少嘅詩人。咁其實每年都唔同嘅 department 都有唔同嘅人會寫詩，係啦，唔單止係中文嘅，亦都唔單止係英文嘅，係好多唔同嘅 department 唔同嘅人，原來都係會去書寫詩歌，同埋會去閱讀詩歌嘅。咁呢3位當然唔係中大嘅所有詩人啦，但係我哋請到呢3位嚟，都大家見到比較年輕嘅詩人嚟嘅。咁我哋想有啲年輕嘅詩人去分享下，即係中大詩人分享下係咪中大會令到你哋想寫詩咧？又或者係而家點解你哋仲會寫詩咧？咁但係喺分享之前咧，我係想試一樣嘢，其實應該未試過嘅係咯，就係詩歌分享會從來未試過一樣嘢，就係乜都唔講，讀詩先。3位邊位自告奮勇？冇所謂啊！即係趁大家仲有啲精神，係啦，讀水長嘅，好啊！你介唔介意？咁就我嚟啦。麻煩晒。好啦，咁我就係讀黃雲微行者裏面嘅我城薩拉熱窩，係啦。而我不過是你生命裏的微小事情。1992年4月，一個克羅地亞女子從橋的一邊到另一邊，橋總發生很多事情，因而焚燒斷裂。薩拉熱窩的一邊到另一邊，從山到山，生命的一種狀態與另一種，他沒有走過去那從前翠藍的馬加斯加河。這一窗開始了圍城歲月，我們走到街上，那麼親密，20萬人，從此理解和平、麵包和水。咖啡店會是憂傷的回憶，詩你喜愛的紅星球隊，血肉腸，乾淨床單，陽光及霧，最後一次離開的甲蟲車。原來生命裏有千百種微小事情，除此以外我無法明白。城裏還有鴿子，如果它離去，薩拉熱窩鴿子會告訴另一隻，比如塞爾維亞鴿子怎樣的平安消息。我們山上的鄰居和我踢足球的、喝啤酒的、買一樣顏色唇膏的，怎樣成了我們的強暴者？1992年夏天，這年夏天特別熱，冬天特別冷。或許不是，或許那只是我的感覺。1992年波斯尼亞戰爭是我的第一次。你還不相信？事情還遠着呢？你說，這怎可能？我們一起生活那麼多世紀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薩拉熱窩是我們的美麗的城。我祖母還以為敵托在打游擊戰，這麼久了，我祖母說，這場仗還沒打完。這一年夏天的玫瑰特別豔，坦克對坦克炮彈在城裏行人路上開放，有熱有光，豔紅的是血。我的心微微震動，是不是這一次？是不是我？如果不是這一次，是哪一次？如果不是我，是誰？何時？何地？並且請問，為什麼？我還天天出去，照常上班，沒什麼好做，除了想着手榴彈。細小的碎片怎樣撕裂離離的骨，那麼熱，幾乎可以取暖的。
躺在路邊已經5天的屍體，和其他垃圾一樣無人清理。我還穿着我的 Nike 球鞋，背一個大袋，裡面有牙膏、廁紙、乾淨的內褲。我母親說：你一定要有乾淨的內褲。我在報紙上看到了，只得一張紙的戰時報紙。隔壁的坦尼亞炸了腿，多麼難看！他穿了他爸的穿洞內褲。每晚7時，我們穿着球鞋飛奔，穿過子彈和狙擊炮，去波斯尼亞酒店的士高跳舞，換上高跟鞋，地牢擠滿人，比從前人還多。嘭嘭嘭，他們在炸城，節奏強勁，還不錯。9時55分，如果決定就立即消失，急急穿回球鞋。如果不走，就會到明天早上10時正宵禁。這是一個漫長的晚上，正如其他。有時我們會在街角慶祝生日，和5個陌生的男子躲避炮彈，猶如避雨。我們談到了蘇格拉底，5小時內，我和5個男子談戀愛，所以我母親說：你一定要有乾淨內褲，甚至結婚。和一個塞爾維亞人，糖100馬克1公斤，吃着微甜的蛋糕，還有櫻桃蜜酒。美國的人道援助罐頭，牛肉烤香着。我的好兄弟離婚，他偷了汽車電池。從來沒有這樣豐盛快樂的婚禮，銅線接着銅線，我們歡呼有燈。有時我也會想到死，但想到水的時候更多。一次體20公斤，我從不知道我力那麼大，用20天、30天洗臉、刷牙、抹身，用了半瓶。如果我決定沖廁所，這會是我最重要而又艱難的決定。鄰居迪安排隊取水的時候給炸光。我表姐尼坦尼亞，喝與不喝，這就是問題。喝，冒着傷亡的危險；不喝，果人一樣枯乾。想着這嚴峻的哲學問題，不然在醫院，原來骨頭都會燒黑。他還沒有想清楚，到底水重要些，還是生命重要些。但請相信我，1993年8月，蘋果成熟的季節，蘋果一樣成熟，鴿子好瘦，但鴿子還是鴿子。我表姐尼坦尼亞只得一隻腳，沒炮彈的時候，一樣帶狗出去大便。我不再想到死或水。我父親那麼老了，45歲，天天背着自動槍出去打仗，沒想到死。也沒有死，只是聾了，所以早上或午夜轟炸完畢都睡得很好。醒來大聲講話說：桑尼亞，你記着，活着，寫下微小事情。都問一問。係啦，點解會選擇呢一首詩嘅咧？喂，係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好中意黃飛雲啦，咁第二樣就係因為其實雖然佢講嘅係薩拉熱窩圍城嘅戰爭啦，咁但係其實我睇嘅時候我係好受震動，因為原來即係當我唔知，即係可能尤其是經過可能唔同嘅社會運動，咁我唔會話我經歷過同佢哋差唔多樣嘅嗰種痛苦或者係一個，但係會 feel 到嗰種動盪嘅時代係一個好大嘅好紛亂，同埋你覺得所有嘢都好重嘅一個社會氛圍之下，你突然間 feel 到個人同埋日常嘅，即係你係用咗新嘅方法去感受個人同日常咯。咁而我覺得佢嗰句咁頭先就係因為佢嗰個。佢 address 個主角叫 Sonia 啦，咁我嗰時睇到佢嗰句就話你要記下微小事情，咁而其實微小事情都係我自己嗰本詩集嘅一個核心啦。咁我想表達嘅就係其實即係一個好似好大，即係當有好多時候我哋睇細個睇即係可能中國嘅詩啊，咁佢哋都會係一啲即係我哋有好大部分讀嘅都係一啲好愛國或者有一
某一啲政治抱負或者理想喺一啲動盪嘅時候，一啲男嘅詩人寫嘅一啲詩而去表達佢對可能國家同山河嘅時候，咁我會想，即係我覺得我哋喺呢種咁嘅詩嘅一啲教育啦或者文化之下，咁我哋好似嗰個個人好似即係對個人有一種重新嘅發現同埋反省咁啊，咁我就所以即係想揀翻呢一段咁樣。係，唔該晒。咁我自己讀嘅即係聽嘅時候，我就諗到兩樣嘢啦，即係比較廉價少少，我會諗到佢而家當下嘅世界啦，即係敍利亞嘅戰爭啊，國內嘅內戰啦。咁因為我哋每日都接收緊呢啲咁嘅信息，所以其實我哋好難避免話嗰啲嘢同我哋冇關嘅，係啦。雖然我哋真係我哋唔喺個地方，而我哋都冇身邊嘅人受害，但係我哋好難可以逃脫到話我哋同呢啲嘢冇關，我就冇任何嘅道德嘅譴責對自己嘅心靈嘅譴責。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廉價嘅一層次啦，即係我覺得咁樣都算係廉價。點解咧？因為我覺得更加深嘅可能係其實首詩所講嘅，其實亦都係我哋每一個人可能我哋嘅人生嘅路，我哋經歷好多嘅苦痛嘅災難，其實我覺得係互為參照嘅，即係呢個大時代入邊嘅一啲小人物喺入邊嘅生活，同埋我哋一啲小人物喺一個小時代入邊嘅生活，其實係有某一種嘅即係暗啞底嘅一種聯繫喺入邊，而唔係可以用日常嘅語言去解釋到，只能夠透過閱讀同埋書寫去聯繫到出嚟咯。即係我自己會咁樣解讀啦，唔知會唔會太多咯，係咯。OK， 咁唔該晒，係啦。洪慧定係通訊冥想讀先？愛怒、憂與求，就這樣冷下去，直到讓自己過去。你是沒有人的其中一個婚禮，用舌頭説道謝，但只有腳踝還願意呼吸。呼吸吧，唔喪我的時候，我還是好好的。夢中用雙手握拳，死死握緊另一個人喉嚨，暴力傾向的枕頭，左支右絀地逃避插須的插頭。他像各種故事中無可避免被綁着的罪人或者聖徒，沒有季節或者任何藉口，只有唔能救我，甚至各種穿戴華麗的衣飾和理念也不能。一出70年代或者更遠的電影，字幕清晰，畫質雖然略為粗魯，但每個花瓶都非常細心。有些女孩在清流被逼喝掉春藥，還有一些幫兇的老女人。一個男的滿面鬍子，懂武功，他像插須一樣，抽完又插，插完又抽。他老了，人亡精盡，去鬼門關吧。塗上口紅的女孩，盡是奢望報復，香豔凄冷地燒半截紅燭。仲有多一首，後邊流塔，像某場深夜電影出來之後，我就變成一頭狗，磚頭帶着慵懶的溫度，燒臘店的各種骨頭都掃清一空。流塔吧，在自由的夜空之下，警察、癮君子、廉價或者稍為年輕的妓女，舔一下那些溝渠的積水，司機轉進地鐵車廂，到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狗打交。那婦人上車，急忙戴起白色手套，才敢碰車上的扶手，真想舔他的臉，然後咬他跳動的喉嚨。組織工會的重要性，嚴格來說，世間並沒有流浪狗，只有日夜顛倒的眾生。又有啲唔同喎，你嘅詩係啦，開始又變喎。咁樣講啦，因為其實洪慧就其實三位都出咗詩集，即係13年係啦，15年出詩集嘅，係三位係嘛？14定15啊？無用的晶瑩係幾時出嘅咧？我都唔記得14、15年。
我一陣間我哋會再，我記得1、5㗎係啦，一陣間我哋會再講解，放心係，我唔係乜都唔知嘅咁係真係啦。咁洪慧其實由佢出第一本詩集嘅時候，個風格應該會比較自我少少係嘛？會多少少係隱晦啲嘅跳躍啲嘅詞語去寫，但係其實都應該同其實我覺得都係寫緊你自己嘅生活或者自己嘅體驗。但係慢慢呢2年嚟，我感覺到你嘅詩越嚟越多係面向社會，或者係即係同你個人同社會之間嘅關係越嚟越多。咁但係去到呢一首啱啱讀到呢一首《愛奴憂與琴》，我諗係應該同電影有關啦。係啊，你講下。係呢個其實咧，《愛奴》咧係一套好早期嘅武俠電影啊，係都算係武俠電影嘅，有啲武俠啦，又有啲女同性戀啦，又有啲豔情，啲豔情嘅係啦，都豔情都色情嘅一套電影啦。咁其實咧，呢套電影嘅特別之處在於咧，佢係咧一個好出色嘅詩人，叫做邱光健編劇。邱光健，邱光健。OK， 好啦。咁樣咧，嗰套電影咧就好特別嘅，同埋邱嘅詩咧都係好特別嘅。咁我都想借呢首詩咧，即係睇完呢套電影之後，想借呢首詩寫一寫，會唔會係我哋有陣時都係一種處於一種愛奴咁樣嘅角色入邊咯？因為個愛奴嘅角色咧，佢係一個即係被困喺個清流入邊啦。咁於是佢又唔想賣身喎，咁但係佢喺暴力嘅各種各樣嘅壓迫之下咧，咁佢被逼要賣身啦。咁於是咧，佢就好想向周圍嘅人報復啦，向嗰啲嫖客報復啦。咁佢用佢嘅身體去令到各種各樣嘅嫖客死於非命啦，係啦。咁係啊，套電影係咁樣。咁我覺得咧，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好多情況之下都有好多種嘅心理啊，或者無形嘅壓迫啦喺個社會入邊。咁可能你都會有陣時都會有啲反社會、反啲報復嘅心理喺出邊。咁你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心態？可能寫詩都係其中一個幾好嘅方法嚟嘅。係。咁樣問一個好冇水準嘅問題。你可以問嘅。咁究竟情慾對你有幾大影響，令到你會將情慾作為一個書寫嘅主題咧？學理上嚟講 ，OK， 學理上嚟講係啊，學理上嚟講，弗洛伊德話㗎嘛，係啦，所有嘅創造力都係源自呢個力比多嘛，係咪先？咁嗰種嘢咧係會令到你不斷咁樣嘗試去突破嘅，咁呢個係學理上嘅講法啦。咁如果係我嘅講法嘅話，我純粹係覺得係一種我嘅其中一種想嘗試嘅題材咯，係咯，其中一種我會覺得好有動感、好有爆炸性嘅題材，都係我其中好想嘗試嘅題材咁樣咯，係咯。冇呢首有冇嘢想講？冇，我哋就一陣間會再翻嚟嘅，可能或者啦，我唔知啊，我都唔知。好，咁係啦，請周瑞明老師讀一讀你嘅詩啦，唔該晒。Testing，OK， 大家好啊，好開心啱啱聽2位詩人嘅朗誦，轉咗最舒服嘅狀態，因為都係好營營役役啊，都唔知望緊啲乜嘢，咁就好形象頭先講一個時間。咁我揀2首嚟讀咧，我先讀新啲嘅首咧，找到吉澳的雲。我們相信每個地方的雲都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從不抬起頭，眼睛只盯着流年的時間，像你留意船期。但你是想回家，你是與別不同的雲。我們的家已成了人家的邊界，已發展的世界總是佈滿樓房，生活的秘密都放進貨櫃去了。吉澳的人去了哪兒？
他們正和誰人談話。狗和貓總懂得無所事事，荒廢的房屋寫着福至天來。別了這個地方，領隊奮力解釋船為何久久未開。女的情緒病發作，男的看顧着她。團員忍着沒有起哄，沒有禁區指誰也不能走。但你走了，吉澳的雲鎖住每一個人，悶雷好像彼此的心事。跳一首我哋睇下呢個洗發的水滴。洗發的水滴，梳理柏油路的破裂紋子，讓他們走得比較快。風景的速度可以緩慢，但他們走得比較快。笑聲可以收括，但他們真的走得比較快。流進某人的記憶稍急句，所以他們坐下來，拿出咬過的半片葉子，嚟讀一本很困難的書，讓他們在以後忙碌的時候，呷呷星群中的下午風味。蔬菜的色彩和我們的髮，不可以不翠綠，可以斑白，可以進行光合作用，不可以坐下等待陽光，始終要在日出前睡覺。早點洗髮或吹乾，或根本不去洗或剪。短髮或祈求做一個禿子。係唔該晒。咁兩首詩其實相距應該好長時間咯。一首係都幾多我咁感覺嘅，即係大學嘅時候，所以特別揀呢首。我都唔敢講啊！你睇下你講唔講嘅啫。係啦。咁《吉澳的雲》應該係最近嘅，係啦。咁可能由而家係咧，因為8月寫嘅，可能可以睇到而家嘅你嘅心態啦、情緒啦。你又會點樣去睇你自己？即係寫首詩嘅狀態，好明顯應該係你去咗旅行或者去咗嗰個地方而寫，係咯，唔似係抽象。如果唔係，你唔會等陣標明吉澳㗎嘛。咁亦都有一段文字啦。當然呢個文字就係也斯嘅《吉澳的雲》啦。咁點解你會選擇去書寫一個？即係睇落其實好似同我哋嘅生活係有啲唔同嘅，我相信我哋都唔會係嗰一種即係比較悠然少少嘅心情咯。點解會書寫呢一樣嘢咧？其實去吉澳就真係一個心願嚟嘅，即係都唔係好易去到。咁點解會留意到呢篇文章？其實都同中大有啲關係，因為今日主題其中一個係切入點中大。咁我記得好似係唔知去剔定係先某位老師，即係范生定係其他老師，我都唔係好記得。即係有一沓嘢都以前冇而家咁即係咁多資訊啦。即係你有一啲 reading， 你覺得係好珍貴，即係你覺得係哇！我根據老師嘅recommendation 有一沓嘢，就係我了解一個學科或者一個世界嘅一個好重要嘅窗戶咁樣。咁啊好珍貴。其中一篇文就係也斯先生嘅《吉澳的雲》啦嚇。嗰時睇即係好多年前睇就覺得好即係唔係好明嘅心情嗰陣，真係好似好悶咁樣，覺得有乜好講咧？即係呢啲咁嘅地方，即係好似冇乜特別。咁但係呢個名就真係縈繞住我嘅腦裏邊，即係咁多年裏邊都係想去睇睇吉澳啲雲有咩咁特別。即係我覺得冇乜特別，但係都覺得有即係總會有啲迷幻嘅感覺，覺得應該有啲嘢嘅。咁二來就吉澳好難去啦，即係都要攞禁區紙嗰啲咁樣，咁都今次去都係跟團去嘅，咁就有啲好多記者私人嘅，亦都有一啲其他人嘅一啲故事喺入邊啊，咁我嗰個狀態就係都幾抑鬱嘅，我唔知你讀唔讀到呢種抑鬱，即係都唔係好開心話去遊山玩水嗰啲嘅，都係有種抑鬱嘅，咁暗中我覺得有一啲係講邊界或者係我哋城市嘅一啲謎題啦嚇，咁唔好開估住啦，咁有講呢啲嘢，咁亦都當然係對也斯先生嘅一啲對話啦，即係可能夾雜咗好多嘅layer喺入邊，呢其中一個分享。
係就唔一定睇得出係有回應也斯先生嘅影子啦，即係句子啦，即係我們的雞乘住人家的邊界啲句子都係唔好開估住啦嚇，係啦，咁當然由你睇下你開唔開估啦嚇，咁我聽到你所講嘅時候，我又會諗一樣嘢，即係喺你心目中可能即係吉路嘅雲其實當然都 suppose 冇乜特別㗎啦，都係雲啫。咁但係會唔會其實係嗰個旅程嗰個過程嘅艱辛先至係其實你想追尋嘅嘢咧，而唔係最後嗰朵雲反而可能即係去到嗰個 moment 就反而係雲淡風輕，反而係你嗰個艱困嗰個奮進嘅嗰段經歷，反而可能會唔會就係你所經歷緊或者係你所追求嘅一啲嘢嚟嘅咧？可能又未必係追求一啲嘢，即係唔係話我要追求吉澳嘅雲要攞落嚟，或者係要點樣？我估有時都呢個狀態咧，就係我估呢個係文字嘅枷鎖啦，即係文字出現咗一啲文字或者一啲東西，就算佢唔存在，出現咗嗰種文字，總會有一種力量你係想去探尋佢。即係我覺得旅行其中一個好大嘅經驗就係，如果個地方係冇名字，你都唔會去，或者都唔識去。咁但係有名字嘅時候，就有一種有幾種狀態咧。一種可能係想究竟嗰度係點嘅咧嚇，同佢個名同佢嗰個地方嗰個關係係咪咁清晰嘅咧嚇？咁亦都可能係想征服嗰個地方嚇，一個即係就叫集郵啦，即係一個名字上邊你終於同佢有關係啦。咁吉澳的雲係都係一個 symbol 啦，即係我嗰個 logic 可能係就係話應該冇乜特別，但係也斯先生講佢變咗特別，咁我再去睇嘅時候又會係一啲點嘅嘢咧。咁我估係一個對一個符號嘅轉換，無論係我想去賦予佢一個意義，或者係我期待佢會俾一個新嘅意義我一個旅程嘅探索咯。咁確實都真係有啲意義嘅對我嚟講，即係再睇吉澳嘅雲或者係佢嘅旅程，也斯先生嘅旅程同我嘅旅程都有好多唔同嘅啲 contrast， 都係一啲對我嚟講係好有詩意嘅一個經驗。唔該晒。寫下的水滴會唔會而家有冇嘢想分享？你話留翻一陣間。真係寫好耐啦，即係好耐之前啦，即係好耐之前啦，就睇最後嗰句就知啦。就我係年輕嘅一啲張狂啊，或者係咧叫做年少輕狂。即係當年中大嘅歲月，我哋都老㗎啦，我哋都過晒啦。都一段時間。anyway， 咁係啦，唔該晒三位嚇。其實佢呢首係你講咪同我講。其實呢首咧，唔係開咗唔識。開咗就冇識啦，因為熄咗要 restart。其實呢個找到吉澳的雲咧，嗰個創作嘅方法咧，同我嗰首《愛奴》都有啲似，都係就住某一啲嘅文化符號啊，然之後再延伸或者轉換啊。不過唔同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好白痴咁講，第一定係兩個人唔同先啦。其次就係佢要嗰種情感係一種比較怡然自得、比較坐得定、比較想壓場嘅情感咯。而我嗰種情感咧就係比較比較冒犯人嘅情感咯，係啊。所以都係，其實我覺得咧轉換呢啲文化符號都係其中一種寫作嘅方法，係咯，都好常用、好常見。咁一種分享就可能係，即係咪即係年紀嘅關係，即係都需要嗰啲支援一下，即係可能都係閱讀或者係一啲文化符號或者係電影都係好似一支拐杖啦嚇，撐住我篇文先啊，或者撐住首詩先，即係靠自己。即係其實之前可能都唔係太多指涉，即係都係靠自己咁樣。我覺得都有個轉變啊，即係可能以前嘅生命力強啲都會有關。其實我頭先聽你哋兩位讀嘅時候咧，我即係你哋嘅詩裏面有一個 element， 我就覺得好突出啦。咁唔知係咪因為即係我自己本身係讀關於性別啊或者係情慾嘅嘢啦咁我覺得你哋兩個喺你嗰首詩嗰度，即係或者阿周老師你嗰首詩嗰度突然間彈咗，就話女的就情緒病發作，然後男嘅咧就想安慰佢啦，或者喺特別係洪慧蘭，我唔知你嘅詩有一種我唔知好大嘅壓抑定係唔知一種好大嘅憤怒。對於呢個城市或者對於
我唔知對於情慾或者對於即係種種嘅嘢啦。咁但係我就覺得裏面個女性形象可能係比較，你個冒犯人都幾啱嘅。咁即係嗰種比較會激起一啲反應嘅一啲女性嘅形象。咁我就諗緊啦，究竟你哋兩個擺呢個即係有關即係可能性別啊，或者係個女性嘅意象落去嘅時候，其實你哋同我記得瑩話你上次6月4號即係6四詩會嘅時候，你嗰首詩裏面嗰個即係嗰個關於性嘅描寫或者嗰個性別嗰樣嘢嘅時候，嗰時我又覺得嗰時我都係想問你嘅，但係我冇問到。咁我就諗緊喺你哋用呢啲符號啊，或者用呢啲字眼嘅時候，咁其實你哋即係喺你哋嘅詩裏面會有啲乜嘢嘅意思或者重要性咁樣，想聽你哋講下。你哋講先，我講，我主持嚟嘅喎，唔應該講。得啊，我上次冇問你啊，你要答我。我答少少啦，我答一句啦。嗰首詩寫咗幾年前啦，咁係關於6四嘅，咁我係將即係極權啦。視為一個雄性嘅，視為一個係好霸道嘅、好暴烈嘅一個雄性嘅意象，然之後就即係不斷去侵犯人民，將人民作為一個弱勢啦，一個可能帶有少少陰性嘅狀態。咁首先係咪刻意去套入，即係特登話真係要講話強姦嘅畫面啦，或者係強姦嘅意識咧？咁其實我又唔係真係特登要將嗰樣嘢好刻意去寫嘅，我只不過係想借嗰種即係一個陽性陽光同埋一個陰性嘅，去表現出嗰個兩者之間嘅好大分別咯。咁當然可能都無意中係會加入咗一啲即係已經性別定型咗嘅一啲諗法入邊。咁但係我覺得又正正係想去刻意將呢樣嘢表達出嚟喎，即係國家機器同人民之間嘅嗰一種關係，正正就係一種定型咯，正正就係被定型，而我哋係無意中信奉咗呢一套主義，而覺得某啲嘢係正義，即係某啲係正確，某啲係政治唔正確。我覺得係其實刻意係有呢個意思喺入邊嘅。國家先係最大嘅雙重性別嘅合體，佢既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6四詩咁樣嘅一個雄性啊，但佢同時鼓動人民嘅時候，即係佢做出啲 propaganda 嘅時候，佢就係一個女性嘅形象，佢就係一個偉大嘅母親，並且希望大家去保護佢咁樣，要大家一齊去即係奉獻一啲某一啲嘅嘢啊，或者點樣啊咁樣，係咯。咁我咧就其實我係純粹係就住嗰個字眼上，因為我會覺得個字眼嘅質感係非常之有佢嘅個性咯。即係譬如，即係詩歌入邊咧，動詞係非常之有趣，同埋佢會有力噶嘛。抽完又插，插完又抽，老了人亡精盡，即係本身呢啲字全部都係好有，即係佢係適合喺詩歌上面咁樣嘅編排去出現咯。佢互相去碰撞嘅時候，我覺得係有力咯，即係。唔可以選一啲冇力嘅字喺個詩入邊嘅嘛，咁當然都可以有少少係過長嘅，咁但係太多過長嘅時候，首詩會變得好口水同埋好鬼，即係完全唔吸引咁，即係我會係從呢個方面去思考，係。好，呢個問題好有意思啊！對我嚟講，因為都幾缺席嘅呢條思維，即係可能同我人有關，即係好少話嗰樣嘢係男定係女咁樣，陰定係陽，即係比較少啲咁去，即係唔係我常用嘅 category 啦。咁另一個即係你咁Sonia 講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再反思下，即係可能都有漏洞嘅，即係可能你話睇多兩篇，可能就覺得你唔係嘅咁樣。即係我自己好多時候嘅我們咧，都係我 assume 有女士，都係女士陪同或者係包括埋女士嘅，即係女性嘅咁樣。咁當然我以一個男性角度去寫咧，咁都好男性嘅其實，即係唔知係咪都係霸權，即係話攬埋你過嚟咁樣，大家一齊啦咁樣。即係呢個因為女人攬咗過去咧，我就未諗到呢樣嘢，即係我好少諗到係話有個女人係用佢嘅權力去扯我過去某個狀態或者係某個場域少啲。不過我自己感覺上就係頭先洪慧講嗰個語調就係。我亦都唔會太過 aggressive， 即係唔會話男性我要霸氣或者要震懾你嗰種咁。
可能某意義上又可能都有啲女性嘅特質，即係睇下點定位咧，即係男同女嗰個 position 係。知咧，可能大家有啲誤解咗個意思，我唔係話你就唔可以咁樣寫女人啦，咁即係其實我純粹想探究下你哋用呢個時用某一種女性嘅形象，或者即係你哋係咯嘅時候，咁你哋其實你哋嗰時諗緊啲乜嘢咧？咁即係可能即係如果我自己睇啦，咁我睇紅衛咁你嘅詩咁，即係個感覺上就個女性嘅形象好似係比較負面，或者會係某一啲邊緣性，或者可能有少少對立性，即係你同你所觀察緊嘅女性，主要好似有少少對立性喎。咁即係可能當然可能你可以即係你會話，即係佢係一個即係社會可能某一啲問題嘅，即係問題咁就集中咗，咁佢哋 embody 咗佢嗰種問題啦，或者佢就會受到社會嘅某一種可能，即係可能性別上啊、階級上啊，或者即係所有問題，咁個壓迫就喺個手上面呈現咗啦。咁係可以係咁嘅，不過我純粹想了解下個 role 啫。可以睇，其實我覺得可以睇流。你唔使識嘅 keep 住開得㗎啦。其實我覺得咧可以睇劉塔嗰首咧，劉塔嗰首咧我哋寫咧有一個陌生嘅地，嗰個婦人上車，然之後急忙戴起白色手套，才敢碰車上嘅扶手。咁其實係好耐嘅，好耐。我諗2-3年前嘅一件事嚟㗎啦。最近我先寫嗰一日咧，我搭地鐵喎，然之後咧兩公婆咧就走入地鐵啦。佢真係咧一入地鐵咧就戴白色手套，然之後咧滿面鄙夷同埋一種好污糟嘅感覺，跟住就但係又搖嚟搖去點算啊？咁唯有揸住條柱，跟住我望住佢兩個人，嗰兩個人個感覺咧確實係感受到佢係屬於某種好少搭地鐵、極度上流階層嘅一種人咯，係咯。咁冇即係我咁啱，大家唔知點解我哋喺呢個時空遇見，咁我見到你，係咯。我想話你哋頭先講起即係姑勿論嗰個婦人或者佢個即係佢個先生，即係嗰兩個人，咁佢哋係屬於咩階層？我突然間講起你話戴咗手套，跟住滿面鄙夷，又覺得個車廂好污糟，跟住但係又要搭又要扶住嘅嗰種狀態，有啲似我覺得你即係我聽嘅時候覺得你寫呢首詩嗰種狀態就好似你對住個世界，咁你又覺得好平靜，咁但係你又好唔舒服，咁但係你又要存在喺個世界裏面，然後你就戴嗰個手套，咁你就要坐喺個地鐵對面啦。唔係，即係原本個地鐵咧係一種好正常嘅，喺我哋呢個階層嚟講，應該算係一個正常嘅交通工具嚟嘅。你都可以唔中意㗎。唔係，我相信某一啲階層嚟講，地鐵呢樣交通工具係一世都唔需要搭嘅，係覺得即係唔需要嘅，冇車30歲冇車係好慘嘅，咁樣嗰啲就係咯會有㗎嘛。咁但係即係有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出現嘅時候，跟住平時你習以為常嘅啲生活方式，好似突然間，即係人有個新嘅角度去話俾你聽，原來呢嚿嘢可以係喎，原來你搭地鐵㗎喎，原來你班人搭地鐵㗎，係幾好慘嘅事。係咯，咁慘嘅咁樣，好奇怪咯。諗好似已經講緊就係講緊唔同人之間嘅生活點樣互相去侵入對方。即係一來係可能係唔同嘅性別之間嘅生活點樣互相侵入啦，唔同嘅階層啦，或者係唔同嘅價值觀嘅人，但係喺同一個好狹窄嘅地方入邊，咁點樣互相侵入？係咪？其實我哋不如就咁樣去講落去咯。其實咧，我睇嘅時候咧，嗰個男性咧係比較中性一啲嘅。邊個男性啊？即係嗰兩夫婦咧，個男性係比較中性一啲嘅。你講你首詩啊？唔係，但係我想問咧，但我想問咧，如果係佢係成日都唔搭地鐵咧，咁點解佢會 so well prepared 咧？佢係有呢個白色手套。咁我就唔知嘅，佢可能我唔會無端端有白色手套。嗰啲係咯，嗰啲白色手套有少少似升旗嘅時候要升旗嘅時候要戴啲手套啦，或者可能係我唔清楚，因為我唔戴嗰啲手套。你有冇望到咁？我哋係咁望住佢隻手咁樣係嘛？冇，其實我係一個好即係觀察嘅狀態之下，因為佢哋係咯，佢哋好沉浸喺佢哋嘅唔知傾緊啲乜嘢。皮之中。係咯，咁佢哋見唔到呢個世界其他人做咩㗎嘛，係咯。咁嗰啲手套又有少少似騎馬嗰啲手套咯，係咯，有少少似升國旗啲手套啦，咁樣係咯。嗰個問題想問就係點解唔咬埋佢咧？即係點解唔咬嘅？因為你都係好似真係想啊！係咧，點解做咗狗都唔癲啲咧？好似都有啲人要喎。其實
喂，但係其實我覺得喺呢首詩嚟講，以一般詩歌嘅角度嚟講，我覺得呢首都算係好爆咯，已經係咯。你有啲咁爆嘅。你覺得係咪啊？即係如果係相比起一般點講咧？即係我話我係天空上嘅一片雲啊，或者我係宇宙上嘅隕石啊，咁樣嗰啲係同詩派啫。嗰啲係可能個問題係一句，我哋好多掣肘啦，人可能好多時候想反抗都係諗啦嚇，但係喺一個狗嘅狀態，點解即係佢唔再即係狗去諗嘢唔行動，同一個人諗嘢唔行動嗰個分別喺邊度？同埋如果喺詩歌裏面都唔反抗，咁你幾時反抗？或者可能隻狗可能其實係想去其他地方同其他狗打交，想去同其他嘅燒肉店嗰度食骨頭啊嘛。咁啱見到佢哋又即係唔係佢嘅目標咯，係咯。即係可能佢覺得燒肉係比人肉好食啲咁樣咯，係咯。狗係你嘅喎，唔知喎。係咯，都有好多可以去。都好難講㗎啦，好明顯係真係有壓抑喺入邊㗎啦，走唔得㗎啦。唔兜你擺到明係壓住咗個狗嘅衝動啊嘛。但係問題係，其實壓住咗係唔係好事咧？我覺得反而應該諗呢樣嘢。其實係咪應該要壓，定係話係唔應該壓咧？我寫嘅時候覺得順咯。咁你唔可以又兜翻去，你覺得咁樣寫就好好咁樣喎？點解唔得？可以啊！你頭先係由咁樣又話好壓抑，咁我就去兜佢寫啦。咁寫就話我覺得咁樣寫好啲咯。咁你就冇解決到個問題。咁我作為作者，我自己有我自己中意去點樣去處理嗰個詩行嘅權利啊嘛。唔係，咁叫你解釋下。係咯。深刻你都解決咗隻狗嘅，變翻做人哋顛倒嘅重心。係咯，咁冇嘅嗰樣嘢係點講咧？係一種你願意點樣去處理嘅狀態咯，即係我覺得咧寫詩嚟講咧，多數有陣時詩歌咧，你會有一種美化，會有一種美化喺入邊，會傾向寫啲壯麗嘅形象、漂亮嘅形象、精緻細緻嘅形象，去令到個現實去昇華，係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做法，另外一種比較少嘅做法，冒犯他人嘅做法。我覺得更難嘅做法係冒犯自己嘅做法。如果我寫話我係一頭獅子或者一頭大象，我覺得個難度係比起我寫我自己係一條狗嘅難度係太低，相對嚟講太低。我覺得呢首詩可能個基調一開始，我覺得係就我自己嚟睇，我覺得係 OK 嘅一個突破啦。因為我暫時之前我都寫過有類似關於狗嘅嘢，但係我用嘅方法係，我覺得遊蕩嘅野狗先係最高貴嘅靈魂，嗰種都仲係有一種去嘗試去美化嗰樣嘢，係咯。但係而家呢一首係一種嘗試去寫自己，如果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會係點？所以我會覺得呢首詩，無論後邊點樣去行進都好，佢嘅第一句、第一二句已經奠下咗佢嘅基調，會係一首好詩咯。其實我真係會諗到咧，你所講嘅即係冒犯自己咧，其實你祈求成為一個同志都係好冒犯自己嗰種諗法嚟嘅喎。都係嘅，都係。係咯，應該要咁樣寫。嗰時又唔覺冒犯自己啦，因為嗰時資源比較多。但係你祈求喎，你都希望會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其實就唔係，可能其實都唔係唯一一個 option 嚟嘅。你見到都俾好多空間自己嘅，即係我冇冒犯自己，我對自己非常之寬大。即係你見到後邊有勁多 option 係咪？即係好多選擇嘅其實。不過最不好嘅 option 就係擺喺最後咁啫。大家就記住最後嗰個，其實都前面都好多空間俾自己，即係係咯。不過阿鴻為嗰個幾有意思，即係
冒犯自己係點樣啊？之後都試下先，試下點樣整一首冒犯自己嘅作品。即係可能我都唔係太易冒犯到，即係人哋唔係好易冒犯到，我自己都唔係好識冒犯自己，我都要試下，我都要試下。啱啱先至網上面係嘛炒咗一大輪你我冇感覺嘅。你冇 feel 啊？係咪應該係時候要介紹下呢啲詩人咧？真係你呢啲 moment 都已經咁。其實曾水明老師咧就係哲學系嘅講師啦，亦都係中學嘅通識科老師，係同時間啊，犀利！亦都諗到係一個好恐怖嘅一個生活嚟嘅，係啦。咁佢其實我反而會更加覺得佢係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啦，因為佢喺唔同嘅網上媒體啦，同埋好似新聞報紙都會有都會有時寫一啲嘅政論嘅文章啦，或者係一啲唔同嘅評論啦。咁但係亦都會用一個比較哲學嘅角度去分析或者去討論一啲時事咁樣樣。咁當然亦都無可避免地會冒犯到或者係被好多人冒犯，但係你冇乜感覺啦，係啦。唔同嘅網媒啦，即係包括一啲 XX 同 YY 嘅一啲媒體啦，係啦。咁大舉進攻喎。咁其實可唔可以講下呢一種生活喺同時間教中學、教大學，加埋同係啦，同好多人講啲哲學嘅嘢，講啲時事嘅嘢，其實係點樣嘅生活嚟嘅咧？所以我真係唔係好知道好多人冒犯，我真係唔知。即係我都 Google 一下，但係可能 Google 得唔係太過 Facebook 多啲 detail ，Facebook 睇唔到啊。係。咁啊唔知你個問題係咩？最後嗰點作？即係可能點樣平衡呢一種生活咧？即係呢個狀態，加埋寫詩啊，都冇平衡到嘅，其實。即係以前覺得好容易，即係我成日覺得生活越嚟越難，即係因為嗰個唔知年紀定係嗰個狀態，可能都係覺得好難人可以咁多方面。雖然我自己點解要咁做，就係因為我覺得人係應該完整啲嘅人應該係多方面，即係唔可能係集中一面。咁盡量去做啦，即係唔好話一定做得好好，但係起碼都會做自己覺得呢方面，我覺得係對我自己嘅cultivate 自己係好嘅，都會去做。咁有一個概念就係，因為我都自己都幾通識嘅，即係無論工作或者係各方面都係以一個咁嘅心態去做，所以寫作都係其中一個咁嘅 idea，即係有啲人話乜都寫啦，咁確實係嘅，即係乜都寫，基本上即係你除咗實用文啦，因為我都唔係好有興趣同埋好有能力，但係你話有時啲人約稿試下嘅寫咁我都好高興，因為我當 exercise 咁嘅，即係一個有個難題喎咁樣做下。咁有近期我都唔知有人叫我寫，即係話講下咩超言論咁樣啊，即係我都唔係好明，即係叫我寫可能好啊，就試下，即係當然要真係嗰個時間都 OK 啦。咁自己都有啲嘢係想做嘅，因為我自己本身都係讀政治哲學啦，咁一定係本身要花時間去 study 一啲technical 啲問題啦。咁咩全球暖化啲，即係我最近都花咗好多時間去寫呢啲嘢，不過就未公開嘅，即係不過都唔係好深奧，即係都係popular reading 嗰種。咁呢個已經消耗咗幾多能量，我自己覺得。咁寫詩就變咗係輕鬆啲啦，對自己，即係唔會話一定要逼自己去到咩嘅狀態。咁有冇就亦都 OK 嘅咁嘅情況。咁其實都係少少係輪住咯。咁有時都會真係好耐冇寫嘅時候，都會突然間覺得好似冇乜靈魂咁樣覺得自己咁都會花啲時間去做呢件事。咁我覺得都係一個生活嚟嘅，即係生活嚟嘅，就唔係一個工作咯。即係呢方面唔係一個工作。因為我讀歷史都覺得係好貼近生活嘅，即係即使係講政治詩啊、時事詩，其實都幾貼近你自己對啲時事睇法，反而就即係但係佢哲學嘅喎，佢又唔係嘅，啲詩冇嘅，都唔係嗰樣嘢係生活嚟喎，自己對嗰樣嘢嘅諗法，即係睇到係同你嗰啲我睇唔明嘅政治嘅哲學文章係真係好唔同嘅，係兩樣嘢嚟。因為嗰啲文章始終你都要扮演一個角色嘅，係嘛？即係人哋期待咪就係睇你內心點睇，但可能想睇到啲分析或者 concept 嘅嘢啦。咁但係 concept 睇唔到人，即係唔知嗰個人係點啊？你睇個 concept。咁亦都自己都攰嘅，即係唔想呢啲方面都咁 conceptual。
或者係好哲學啦，即係好似都有朋友問過，你啲詩唔係好哲理，冇乜哲理啫喎，即係你話讀哲學冇哲理，背水咁樣啦，即係俾自己休息啦，我都同埋就好難，我覺得即係哲理即係大家嘅哲理同讀哲學嘅哲理有啲唔同，因為讀哲學嗰啲其實都幾 dry 嘅，都幾 dry。咁你話係咪可以好 juicy 擺落嗰個詩裏邊咧？我調翻轉啦，即係可能喺人生裏邊，你總有啲 moment 或者係一啲情況，你係對人生或者對我哋自己嗰個生存嘅環境有啲感悟，我都覺得係哲理嚟。不過係生活出發，而唔係話我睇咗某本書，睇咗乜嘢，我就要用落去啦。咁嘅情況。唔該晒。咁即係我講開哲理啦，咁即係我就唔係讀哲學啦，亦都唔熟悉。咁但係我有時都會講就話詩入邊嘅哲理啦，或者嘅思想嘅所謂嘅詩哲啦，或者哲詩咧，即係個詩啊，咁係詩歌嘅詩啊，咁係同哲學有啲唔同，因為我哋有啲人講就係話一個詩人啊，或者寫詩嘅人，其實當佢寫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喺詩入邊自然會形成一套哲學，係屬於嗰個人自己嘅哲學，甚至係一個自己創出嚟嘅哲學，係同我哋好多滿天大師所講嘅嗰一種哲學，即係蘇格拉底啊、柏拉圖嗰啲完全唔同嘅一樣嘢嘅，可以自圓其説，可以任意發揮，可以天馬行空。只要你自己作為一個詩人，你作為一個完整嘅整體，你建構到自己嘅存在，咁就已經足夠。咁你點解我會講一堆咁嘅嘢咧？因為我諗起一樣嘢，就係呢個三個當中咧，係得一個人係會同時間寫中文詩同埋英文詩，而中文詩同英文詩唔係互相翻譯，而係兩種唔同嘅詩，包括兩個風格都係唔同嘅，係啦。呢個唔係我講嘅，呢個係洪慧講嘅。咁洪慧唔知喺邊度啦而家。咁洪慧呢個詩人就曾經講過就係話嗰個詩人嘅英文詩咧就偏向實驗性啦、語言性啦，而中文詩咧又會係比較生活，係咪洪慧？你喺度嘅，係咪啊？我就相信都係嘅。哦。咁不如你訪問啦，你咁樣插完人哋一大輪，咁樣鬧完人哋，咁即係話你啲詩啲人都一樣係嘛？唔同風格嘅，點解嘅？咁都要你問啦。其實咧，嗰個唔係一個。喂，你講你對住我講。唔係。其實嗰個咧唔係一個。其實嗰個咧唔係一個。我唔覺得係插嘅。係咯，其實係一個。難得人兩本都睇晒。係嗰個。係一個讀後感，係一個陳述式嘅指稱咯。我比較想聽你個口有完整啲講一次你對我詩嘅睇法。唔係嗰個係一個喺我寫嗰篇評論入邊嘅其中一個諗法嚟嘅。咁但係我唔肯定，因為我而家冇嗰篇嘢喺度啦，我唔太係啊，我唔太肯定我係咪 exactly 係咁。我會知道佢有冇講大話。咁但係我大概當時嘅想法係，我會覺得係中文詩係相對係比較個人感情一啲嘅。關於世界對佢嘅想法或者佢對世界嘅想法。英文詩嘅節奏明顯地係會好強烈嘅，活用各種名詞嘅唔同嘅類近嘅發音，一口氣咁連串咁樣讀出嚟嘅。而我個人咧就會係，因為我其實有少少同你所講節詩嘅有少少關係，點解咧？因為我會覺得咧，一個詩人寫嘅詩咧。其實唔應該係去討論哲學㗎，討論哲學應該留翻俾，如果你想好認真、嚴肅、好嚴謹咁樣去討論哲學，留翻俾你嘅哲學嘅論文，留翻俾你嘅哲學系。詩歌唔應該係處理真理，詩歌唔應該係處理好嚴謹嘅道理，詩歌應該處理嘅係你點樣睇呢個世界，呢個世界俾你嘅一啲情感，或者你對世界嘅一啲情感。我相信個詩歌應該係偏向情多啲，咁所以其實兩樣都係，即係中文詩同埋英文詩都係，你當你處理緊唔同嘅嘢，唔好話你處理緊唔同型嘅嘢，你嘅特色展現出唔同嘅特色嘅時候，其實冇問題啊，係。即係你覺得佢都係一個統一嘅一個人嚟嘅，而唔係中文同英文嘅書寫係兩個
兩個島嘅寫法，我而係開始唔係同一個人。好明你哋兩個講。咁我唔太肯定佢係點樣啦。咁但係總之就係佢嗰個創作嘅特色展現出嚟，就係個風格展現出嚟就係中文有呢個傾向嘅風格啦，英文有呢一邊傾向嘅風格咁樣咯。咁我解釋一下先啦。咦，我想攞翻我本英文詞集。但我真係其實好想知嘅，真係點解要兩種語言、兩種唔同嘅寫作取向咧？好特別啊！呢樣嘢真係。等我一下。咁其實咧就要等我攞翻本詞集出嚟先。係啦，咁你哋就睇到啦。其實我本詩集咧就係一對嚟嘅，咁但係佢咧一對得嚟咧，佢哋係其實係佢哋各自嘅對照啦，係反面啊。咁你見到一個就係正面啦，一個就係負片啦，咁樣。咁呢兩本詩集咧，其實就創作於唔同嘅時期啦。咁英文詩其實創作嘅時期就係先嘅，咁佢就喺我大概大學1年級嘅時候開始寫，就寫到我07年大概寫到11年度啦。咁嗰時就寫到我喺英國Warwick 嘅時候讀碩士畢業，咁嗰時咁大概係段時期寫嘅英文詩。咁其中一個原因，我用英文開始寫詩，可能係因為嗰時我係讀緊中大嘅英文系啦。咁之後就去咗英國，咁成個環境或者我嗰時生活上面有好多嘢嘅處理，咁其實即係可能我做 reading 啊，我做嘅功課啊，或者討論啊、上堂，總之成個環境都係一個用英文思考嘅模式。咁我會覺得用英文思考或者英文寫嘢嘅時候，嗰個人嘅感覺同你其他語言嘅時候，即係或者語言同語言之間，你寫嘢或者諗嘢會唔同。咁呢樣嘢，我覺得有好多人，即係或者香港或者甚至其他地方嘅時候，有好多人其實都會有呢種咁嘅經驗。即係例如對我嚟講，英文係而家就變成一種其實做一個學術嘅語言啊。咁我睇嘅 reading 啊，我寫嘅論文，咁成個討論其實都會喺英文進行。咁但係反而中文咧，咁我就都清楚，即係雖然我論文係有得揀啦，咁但我都清楚我係不能夠用中文寫論文嘅，咁都會變咗傾向抒情咁，即係習慣咗，即係嗰種語言作為某一種情感或者某一種思考模式嘅一種載體或者工具啦。咁啦，咁嗰時咁我都會話，咁如果係阿瑩或都有講過話，阿洪偉喺佢出咗本詩集同去到佢而家嘅時候，其實佢風格或者佢風格上面有種改變，或者詩嗰個 voice 有啲改變嘅時候，咁都會係一個人喺即係經歷咗個人生，即係可能好似周老師咁，佢嗰時大學寫嘅時候嗰首詩就會講得比較張狂，咁去到後來吉奧的雲嘅時候，咁佢嗰首詩嗰種感覺係可能比較恬靜、比較平靜，一個喺度望緊一啲，即係可能會同嗰個山水會自己喺度。好似有一種唔會山水兩相望啦，咁都係有一種唔係物我兩忘嘅感覺，就係會有一種好恬靜，即係你坐喺度，咁個山又望住你，你又望住個山嘅嗰種感覺啦。咁嗰種係一種好唔同嘅存在，或者相對於一個世界嘅狀態。咁我諗我都會有呢種咁嘅，即係人或者對世界或者對自己嗰種情感嘅處理嘅一種改變。咁所以你可以話兩個人嚟嘅，咁但係都係我咯。點解會由英文轉翻咗用中文？即係中文我相信都係母語啦。點解會轉翻用中文去寫？即係而家用翻中文去寫咧？有時都會用翻英文去寫詩嘅咧，有時。都唔會點用翻英文寫詩。我諗係一個好階段性嗰時，真係覺得呢個唔可以話工具嘅，即係話佢作為一樣嘢好能夠幫助我表達。咁即係可能我而家。即係出完嗰本詩集之後，咁我都停咗一輪啦，咁就做翻我學業上面嘅嘢。咁後來再 pick up 翻嘅時候，我反而覺得我而家係實驗緊散文或者好短篇嘅小説，咁就即係嘗試下唔同文字嘅可能性。我覺得我記得我唔記得同邊個朋友討論過啦。咁或者之前可能其實洪偉或者其他朋友都有問過我，咦點解我嘅詩嘅可能嗰種質感或者嗰種語法，可能係同其他可能或一啲大家比較熟悉嘅詩人啊，或者可能同佢哋自己本身嘅嗰種寫詩嘅方法會好唔同咧。咁其實我諗都係會反映翻可能我嗰時嗰種思想嘅方法，同埋即係感受世界嘅方法。咁嗰時可能就會比較可能一種詩法可以表達出嗰種比較斷裂啊，嗰種即係細碎嘅一種狀態咯。咁可能散文就會把一種即係其實去到一個位，其實都要將嗰啲想法會比較一種連貫，或者係比較即係篇幅長啲嘅方法去表達出嚟咁樣。無怪乎你會揀咗黃碧雲嘅呢一首詩。我覺得首詩都係偏係有少少散文化嘅，即係雖然佢都係短句啦，但係你讀嘅時候、聽嘅時候，佢有感覺到其實比較偏散文嘅，有個故事嘅敘事性喺入邊嘅。
會唔會呢個就係你而家嘅寫作取向或者你嘅啲諗法嚟㗎咧？而家我會即係慢慢去 explore 呢種新嘅，即係去勝咗我嘅感情或者係即係可以表達到嗰種想法嘅一種方法咯。所以係咯，其實因為即係好似曾老師咁，可能佢嘅文字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場合，佢會用到即係可能教學嘅，同面向公眾去解釋一啲知識啊，或者論點，或者自己詩嘅，咁佢哋都會有唔同嘅用法。咁我自己就係咯，即係可能我都會畫畫啊，或者可能我都會即係寫翻散文，有時就會寫翻詩咁樣。係啦，係好就係咁咯。咁紅偉或者瑩華，你哋平時仲有寫其他啲乜嘢，或者會唔會你哋嘅文字都會有好多即係風格上面有啲好唔同嘅一啲？紅偉先啦，由紅偉先。紅偉先啦，咁你哋三個係嘉賓啊嘛。你揾埋個詩人做主持，我都好有興趣聽佢講嘢嘅喎。其實我咧就好，應該我介紹你好啲定你自己講自己好啲？我驚你講到好灰咁，好大劑喎。係啊，其實紅偉就以前係中學嘅教中文啦，咁後來就自由撰稿啦，咁就而家其實主要都係會一方面咯，一半嘅生活就攞出嚟係閱讀嘅，即係睇，但係佢睇嘢好奇怪，佢唔係睇現代，佢睇後漢書啦，睇緊咩啊？而家咁睇？都係老子莊子都睇晒未啊？都 OK 嘅。都係嗰啲啦，係啦。咁其實佢本身都係好中意閱讀即係古典嘅文學啦，或者係一啲古文嘅，係啦。咁我唔熟悉啦，完全唔係我範嚟㗎啦。咁但係佢書寫咧就書寫比較前衞嘅喎，即係佢用嘅語言。咁由佢一開始13年佢寫出咗本詩集啦。咁其實叫做 Salsa 乜調酒你嚟啦，唉咁長嘅書名。最後咩就再失蹤。我中意嗰本詩集嘅。嗰個好正啊！調酒師變咗 Salsa 失蹤係啦。咁嗰本詩集其實有個名咧，嗰時亦都會令到好多人就深刻係誤解嘅，就覺得佢係學習下語嘅寫法啦。咁其實佢學習下語應該係最早期嘅小部分嘅啫，或者可能係挪用咗啲下語嘅意象。咁但係其實佢主體亦都其實好明顯建立咗自己嘅風格。咁但係佢喺13年出完詩集之後，喺短短2年間有大變個風格，變成係更加面向社會，更加面向時事。咁同你嘅生活好似又有啲唔同喎，即係生活係閱讀啦，書寫唔同嘅評論啦，寫詩啦，寫評論文章啦，介紹唔同嘅詩歌啊或者一類啦。咁但係詩咧就係好面向社會嘅喎，但佢又唔係好確實寫一件，都有啦，即係譬如佢寫條頸靚嘅僧人自焚有件事啦，好明顯嘅一首詩，但亦都有啲詩係相對地係隱晦嘅。即係唔應該係隱晦，而係其實好明白嘅，但係就唔係指向一件特定嘅事，係啦。譬如燒世間所有該燒之人咁樣，係咯。即係呢啲係比較宏大少少嘅。你平時又話彈我宏大，你自己寫啦。其實嗰首好鬼宏大啊，你又唔認啊真係。咁你講下你點解會唔寫詩？其實咧，先回應嗰啲宏大嘅問題先。因為咧，關於宏大嘅事情咧，其實咧。我會覺得我唔算太宏大，點解咧？因為我傾向，如果當我處理呢啲咁宏大嘅問題嘅時候，我會令到個篇幅比較短咯，係咯，即係個篇幅短嘅時候，感覺上比較讀者容易去找緊個重心咯。我應唔應該將一啲嘢 send 俾梁子聽？我突然間又係諗起梁子嗰個，我真係諗起嗰個 ending 咯，佢呢個係你自由嚟嘅。Well，我睇你係點樣鬧交啦。同埋我咧就我自己會認為我係多數都係90%時間都係，如果喺寫作上面嚟講，我90%時間都係寫詩嘅，我就比較少去嘗試散文啊，或者嘗試小説啦咁樣嘅，係咯。我想問，咁詩對你嚟講係咩啊？即係如果你係，即係你90%時間係寫詩，即係詩對你嘅重要性係咩？我想聽下。詩啊，詩對我都係我寫作上嘅其中一樣，我諗好主要嘅追求啦，係咯。唔係咁問唔到肉㗎，直接問佢。咁其實除咗詩之後，你做啲咩咧？你嘅生活仲有啲咩剩咧？咁我唔會問呢個。咁先夠愛㗎嘛！我我生活之餘咧，除咗詩之外咧，仲有呢個我好中意打嘅羽毛球啦，係啦，同埋朋友啦。雖然我唔知啲朋友中唔中意我，係啦，咁女朋友啦，係啦，屋企人啦，咁樣咯。都好正常啊，係好正常啊。係咯。
詩歌佔咗好多嘢喎，好多個空間喎。或者詩比起其他文體，點解你選擇詩？詩歌同埋女朋友跌咗落海，你會救邊個先啊？好難救喎。第一，我唔係救生員，我唔識游水嘅。又係呢一招。其實咧，死啦！我唔記得你個問題係咩？呢個問題係咩？我唔記得咗。你個問題係咩啊？唔係，我話詩比起你話你好似90%時間都寫詩嘛，咁你好少嘗試其他文體嘛，咁就問詩對你講有啲咩特別咧？哦，OK，係。我諗詩比其他文體嚟講咧，詩係更加能夠好直接咁樣去講出你自己嘅感情咯。你可以用好短嘅時間，好直接咁回應你自己，同埋回應其他人嘅嘢。你唔需要好似寫小説咁樣諗好耐、好長嘅篇幅，而且又唔需要劃定一段時段，不斷咁樣工作，不斷咁樣去諗啊，每一日咧我要寫幾多字嘅？呢篇小説我整好咗個稿㗎啦，已經打好咗個稿。我打好咗個即係嗰個進程係點樣㗎啦，個骨架係點樣㗎啦。每一日咧呢個禮拜咧，我要完成呢一部分，跟住我要完成呢一部分。詩歌唔需要考慮呢啲嘢，詩歌可以係直接嘅感情。詩歌，但係當然啦，詩歌嗰個沉澱嘅過程可以係好長，即係好似嗰個某啲事情嚟講，或者某啲人嚟講，你會覺得好似唔係好舒服。但係你唔能夠好確切咁樣去講出點解嗰樣嘢令你唔舒服，或者點解嗰件事情令你唔舒服。可能隔咗好耐好耐，沉澱咗好耐，突然間有啲嘢牽動到你啦，咁你就會好似嗰個老婦人咁樣，好似嗰個樓梯入邊嗰個婦人咁樣，佢先會喺幾年之後先至出現翻喺首詩嗰度。其實當其時我見呢個人嘅時候咧。我同我女朋友一齊嘅，我哋討論緊其實佢咁樣做係對人有冇傷害咧？對其他人有冇傷害咧？咁我女朋友就話：可能佢真係成世人都唔搭地鐵㗎喎，佢突然間去到一個咁擠迫嘅環境，然之後周圍都係人，全部都唔識嘅，跟住又要好逼好細嘅空間入邊，被逼去見其他人，被逼去感受其他人，被逼去同大家一齊分享嗰度嘅空氣，覺得好唔舒服，真係有可能嘅喎。咁雖然可能佢咁樣做係顯示出佢嗰種某程度上，可能其他人見到係一種階級嘅展現啦，或者係一種唔尊重人啦，或者係一種唔夠有教養嘅表現啦，咁但係可能喺佢嘅眼中，佢只係純粹真係覺得實在太逼啦，實在太逼啦，就好似我哋點解上水，點解大埔，點解咁多水貨客真係好逼喎咁樣類似嘅嘢啦。咁我都同我女朋友傾咗好耐，討論呢個問題討論咗好耐嘅，最後尾我都唔記得咗個討論嘅結果係咩啦。總之就係佢以一個戴白手套嘅形象喺我首詩度重新再出現過，個結果就係。我相信呢種對即係詩歌作為幾乎我覺得係你唯一嘅一個説話嘅方法，係咪咧？可唔可以咁講啊？你表達自己嘅生活，或者係將你嘅生活鑄鍊成為一首詩。即係除咗詩之外，你覺得詩就係最好嘅一種方法，一個手法去，可唔可以咁講咧？如果就我嚟講，我會覺得詩歌比起任何其他各種嘅形式，都係來得更加有力量、更加直接、更加去能夠擊中你嘅感受或者其他人嘅感受。另外兩位認唔認同咧？因為你嘗試應該比詩歌更加有其他嘅唔同嘅面向㗎嘛。咁你哋又認唔認同即係佢對詩歌嘅一啲睇法？我覺得即係好似洪慧或者余秀華咁講咯，咁係一個字數最少，可以即係俾你嘅自由度最大嘅表達嘅方法。咁我覺得於我嚟講，或者可能即係其他朋友都有評過嘅詩，就話其實佢好能夠捉住我嘅某一種笑點，或者某一個好
好 concrete 又有好正面嘅一種想法。咁對我嚟講，詩係可以，我諗我嘅思維比較跳躍咯。咁當然亦都係有好精密、好精煉嘅、好有系統、好有結構嘅詩。咁我自己嘅詩就比較傾向係，即係可能係一個想法咁樣，咁就凝練成一首詩啦咁樣。咁就即係我自己寫作手法都係，我會順從我自己個想法去到，或者詩句喺我腦裏面出現嗰個形態，咁我就將佢留落嚟咁樣。咁我會覺得詩係一種可以捕捉到或承載到我嘅想法，亦都可以用一個人哋可以接受嘅方法去，或者大家可以感知到嘅一種方法去同人交流嘅一種載體咯。我呢個問題都係好難嘅問題咧，即係唔係話純粹係好難答，而係話真係自己嘅寫作或者創作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同埋我都真係乜都寫嗰種，即係究竟寫詩嘅意義係啲乜嘢咧，或者係有咩特別咧咁樣咁有啲嘢我調轉嚟講咧，有啲嘢真係好似去唔到詩就去唔到詩，我都要研究一下，即係我都自己諗緊呢個問題就係。譬如雨傘運動咁樣啦，咁我估好多人都好多感觸或者好多情感上面嘅嘢啦，亦都可能有世界觀嘅改變添啦。有所以我都寫唔到任何關於雨傘嘅嘢，即係詩嘅形式咁，但係文章就覺得都可以嘅咁樣，但係太感性又都唔想啦。咁我諗好多時候嗰個揀咩文體其實係同嗰個寫作者佢自己想有啲，即係好多樣嘢嘅，即係未必一定嘅目的嘅，即係唔係話我有特定目的所以用詩，我有特定目的就用散文，目的要用實用文，未必係咁，而係有啲嘢佢覺得係即係好多考慮啦，即係譬如雨傘運動咁，佢即係對某啲人嚟講係覺得一個道理之真嚟，即係如果用詩嘅話就唔知，即係可能係會覺得係 miss 咗一啲好重要嘅嘢，即係講道理。但係啲人對於雨傘運動嚟講，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多好詩意嘅事咧，或者係一個另類想像嘅世界出現。咁可能佢又會覺得詩係可以表達到。但係我都唔知，即係我睇件事其實確實係。有時亦都未必可以面面俱圓，即係唔係話喂咁你不如樣樣都試下啦咁樣。咁 so far 就唔係好得，我都想發掘下呢個問題，究竟係心理原因定係技術原因定係其他原因？不過 anyway 我自己好多時候可能最滿足嘅狀態都係寫詩嘅，所以我唔好強調，即係唔好話我覺得詩歌係我嘅生命咁樣，即係冇得寫咁都冇嘢嘅，講真，即係你譬如我唔知啊，即係好多詩人，我發覺都即係唔係話在座咁多位，即係包括自己，都真係出地喎，即係要寫到最好，我覺得都係要有啲瘋狂嘅狀態先得。咁呢個我自己寫作理念咧，就係究竟應該為文學或者為詩歌生存，定係為生存詩歌係為咗生存嘅生活而存在咧咁樣。咁我當然站喺生活重要過詩歌嗰個立場都發題，甚至係重要過寫作嗰個立場。即係喺我嘅預視裏邊，我自己對自己睇法裏邊，我覺得我終有一天我會拋棄晒所有文字，基本上，即係我覺得我應該有呢個咁嘅 mission 俾自己。咁可能有咩途徑，咁你都要表達㗎，你都要有嘢想做。咁可能我覺得有個空間俾自己就係覺得，可能有一日我會畫畫咁樣，所以好難理解啦。即係我都理解到，但係唔知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可能擺脫文字障嘅一個提示啦，即係未必做到，但係起碼都會有一個空間俾自己咧，就唔會俾各樣嘢去捆綁得太緊要。但係詩都係好重要，即係嗰個即係每次完成一首詩嗰個快樂或者係滿足感都好難形容嘅，確實嘅，即係有吸引力嘅，一定係。有一種好
奇怪嘅點樣去判斷我自己寫嗰首詩係咪一首好嘅詩嘅感覺。其中一樣嘢就係、如果嗰首詩我寫得覺得好好嘅話，喺某一個階段嘅時候，我會寫完我會想瞓覺咯，寫完我會想唔做任何嘅嘢，我會覺得咦其實都 OK 喎，所有嘢都足夠。呢個係足夠嘅時候係足夠到你甚至乎坐喺度就咁坐喺度咩都唔做，你都覺得係一個浪費咯。你必須要瞓覺去喺嗰種狀態入邊，佢有一種無限延長嘅感覺咯，係咯。呢種係其中一種我嘅喺某個階段嘅時候，我會覺得嘅感受。我唔知會唔會係其實係你哋，因為你哋三個對詩嘅態度或者對詩嘅諗法、想像，或者係同詩嘅經歷唔同，而所以其實佢哋三個詩嘅風格都係相當之唔同嘅，即係出到嚟完全唔同嘅口味嚟。咁但係必然唔一樣㗎咯，係咪？冇錯，都但會唔會係兩樣有關咧？就係有可能冇關咩？問下啫。係唔肯定，唔肯定，但係係一種可能係每個人對於詩嘅唔同嘅感受咯，係咯，唔同嘅感受會有唔同嘅反應咯。又或者我會點樣去判斷嗰首詩好唔好？我會覺得誒嗰首詩我寫唔寫得出咁樣嘅詩咧？係啦，如果我讀完嗰首詩，我覺得我寫唔出嗰首詩，呢種咁樣嘅諗法，我一定寫唔到。我一定諗都諗唔到嘅，咁我就會覺得佢係一首好詩，佢起碼在我嚟講，可能其他人唔係一首好詩啦，但起碼在我嚟講，我做唔到，係咯，我做唔到呢一方面嘅嘢，係一首好詩，係。但係又幾 interesting，我覺得，因為你睇一首詩，咁首先對你嚟講好同唔好好緊要啦。咁我就即係或者我睇一首詩嗰個我個腦裏面第一個諗法唔係好同唔好啊，或者你嗰種好係在於邊方面好，即係可能你嗰種係一種文學，即係你自己即係唔知可能你同文學之間嘅某一種高度，或者某一種技術上嘅一啲嘢，我唔知啊，即係嗰種嘅好。咁但係我諗我睇詩嘅時候，多數時候即係我究竟我感唔感到嗰首詩，或者佢嗰種嘢係咪一種我可以有共鳴嘅嘢，或者有時係。佢睇到佢俾我嘅一種世界觀係一種我即係好似可能你嘅講法就係呢個一種我從來都冇諗過，即係點都唔會諗到。如果唔係佢講我睇咗嘅話，就永遠都唔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或者咁樣睇到個世界。咁我覺得嗰首詩就會係一首我唔知我唔會用好嚟嘅，我會有一首我會想睇嘅詩咁。係咯，我想問點解會用好同唔好，即係或者對你嚟講有啲咩重要性咧？即係我唔知好似你睇詩嗰個狀態裏面係唔知可能你對詩嗰種 commitment 係可能係一種。即係同我哋好唔同嘅語文啊，嗰種就係可能你同詩之間嘅一種，即係你會想寫到某一種詩或者點講咧？會係一種其中一樣嘢係一種對呢種技藝嘅一種要求啦，或者對自己嘅要求啦。最近有一套電影喎，嗰套電影咧就叫做《命懸一線》喎。咁命懸一線咧，嗰個人咧就係佢有一個願望。就係佢要喺全世界最高嘅兩座塔嗰度行鋼線，已經冧咗㗎啦，世貿大樓，係啦，70年代到嘅時候啦。咁嗰個人咧，佢係法國人嚟，佢飛咗去美國，然之後咧就用盡各種嘅方法，最後尾潛入去呢個世貿大樓嘅兩座南北塔嗰度，喺個北塔度咧就唔記得南塔定北塔啦。總之咧就跨一條線，整一條鋼線喺度，然之後咧日出清晨，佢就喺眾人完全冇防備之下咧，就行鋼線，咁好高啦！世貿大樓，佢呢種對技藝嘅執着，對呢種技藝嘅自信，對呢種技藝嘅追求，佢呢種技藝咧，唔係好似我哋寫詩咁喎。我哋寫詩寫得唔好，冇嘢㗎，寫得唔好咪可能你自己唔開心咯，或者俾人笑咯，係咯。但係你又覺得自己好好咁咯，可能如果係最差嘅情況之下就係、是。咁但係咧，佢呢種技藝，如果佢做得唔夠，佢自信唔夠嘅話，佢就跌死。佢付出嘅係生命嘅代價。咁我哋寫詩歌唔係付出生命嘅代價，都可能係付出生命嘅代價嘅，係一種慢性嘅生命嘅代價。海子嗰啲咯，故城。係咁，呢個係佢嘅選擇啦，呢個係佢哋自己嘅選擇啦。咁如果係即係就好似一個咁樣嘅情況，類似咯，但係我哋未去到嗰個高度，係咯。所以個空間係可以好大，即係
去到最盡就可能真係踩鋼線嗰種嘅。咁有啲可能都有技藝性嘅，即係可能不過佢就話下邊有晒 cushion 嘅，下邊有晒保護嘅，或者係矮少少啦，冇咁高啦。即係可能即係我覺得詩究竟係要去到點先至叫做你真係做緊嗰樣嘢。我覺得係都幾大空間，即係可能好多有得做嗰啲詩可能都係好輕嘅，即係唔需要太重，但係佢都係一種技藝。不過佢就唔使上世貿大廈，佢只係喺個碌架床上面跳嚟跳去咁嘅啫，都係好嘅，我覺得係。即係覺得嗰個有趣嘅地方，或者係嗰個容許人類或者人可以表達到一啲嘢，或者係可以一啲 meaningful 嘅活動，就係呢個其中一個原因。最勁就係咧，嗰個人咧，佢由北塔行完去南塔之後咧，佢望住條鋼線咧，佢覺得個鋼線喺度呼喚緊佢。佢個個都以為，全世界都以為，包括所有觀眾同埋佢個團隊，都覺得佢個成就最高嘅藝術嘅成就就係由北塔行過去南塔而唔死，已經完結。但係佢行過去完咗之後，佢望翻喺條鋼線度，佢覺得佢要再行多一次，好似行咗8次。佢現實入邊，佢係行咗40分鐘。佢唔單止行，佢仲要喺上邊單腳企，佢喺上邊躺、上邊卧、上邊去向樓下即係地面嘅觀眾敬禮，甚至乎就咁用一支棍撐住條鋼線前，之後企喺支棍上邊。我諗寫詩就係可能就係突然間你咁樣講，我就覺得好似係你唔單止希望行一次，唔單止希望寫一首好詩，而且希望繼續寫出嚟係更加好嘅。唔單止係比第一次行鋼線嘅時候咁易，仲要係再行，而且係個難度係更高，寫得更好嘅。咁就咁講，有啲人嚟講鋼線就係佢嘅生活啊嘛，但有啲人嚟講其實佢唔係要去行鋼線啊嘛，即係可能佢係。正如所講，可能係樓梯，可能就係佢嘅生活，咁所以佢咪想寫出樓梯嘅詩咯。我記得邊個啦？唔記得係咪葉輝，都係唔好亂笠啲人嘅名，一陣間得罪人。嗱，佢講過話詩歌就係唔知向上同埋向下一條樓梯啊嘛，即係向上行或者向下行，兩個方向你要選擇，即係大概係咁嘅意思啦。我唔記得咗詳細啦。咁但係係咯，可能唔係人人都覺得詩歌係一條鋼線嚟嘅。咁我要否白啦，我自己覺得詩歌係鋼線嚟嘅。係啦，而且唔係行一次，唔係行100次，係無限次。咁但係我相信唔同人有唔同嘅諗法嘅。冇啊，呢啲位係平地嘅詩嚟嘅。呢啲位要睇下大家再講落去就鬧交㗎啦，因為詩觀咧係。係鬧交㗎，你中意行鋼線，跟住你跌死啫嘛。咁我平地好安全，最仆親啫。我想問咧，點解你會覺得詩 require 嗰種行鋼線嘅決心，或者準備撲死嘅決心？可能有嘅，但係亦都未必一定係有。唔係，咁我想問你兩位，你哋話係行鋼線嘛？唔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你願意去投入幾多，你願意去投入幾多，用幾多嘅時間，用幾多嘅心力，用幾多嘅想法去嘗試寫一首你覺得係好嘅詩歌。嗰種係一種，其實咧又未必真係會跌死嘅喎，只不過可能係會令到你，比喻文豪咯，你唔係應該行咩？起碼佢會令到你，佢會令到你好疲累咯，不斷咁樣好疲累，喺精神狀態上面係好繃緊，並且係會令到你好。其實有啲嘢係好難講清楚，喺我必須承認係好難講清楚，係有一句説話叫詩窮而後工啊嘛。某程度上，你會發現一啲不如意嘅事情，或者一啲好唔舒服或者唔開心嘅事情，或者唔應該係咁樣嘅事情，會唔會都會催化到你嘅詩歌？可能呢啲唔係你主動去尋求，生活嘅不如意可能唔係你主動去尋求，可能係生活嘅不如意係主動咁樣去找上嚟，可能未必係你想行鋼線嘅。不過大家覺得你適合行鋼線，或者大家覺得你應該要行鋼線，或者大家覺得
冇喎，冇人行鋼線喎，你不如你行啦咁樣，個個都唔想做，不如你做啦咁樣，好似好都有可能嘅喎，各種各樣嘅可能都有嘅喎，所以唔知我講唔清嘅喎，嗰啲嘢真係係咯。差唔多啦，都可能講到一兩句落。唔係我咁樣 wrap up 一下啦。可能有啲人會覺得生活或者係詩歌就係平地，有啲覺得係彈床，有啲人覺得係鋼線。可能喺平地以外係一無所有，可能有啲人嚟講喺彈床以外就係冇其他嘢可以選擇，係啦，可能最好嘅選擇。雖然就算有其他選擇都好，但可能彈床係佢最舒服嘅、最中意嘅一個狀態。而可能對於一啲人嚟講，鋼線以下根本就係虛無。我唔知可唔可以咁樣去想像。只有我有兩句我想讀係係關於即係如果呢排幾能夠總括我即係或者寫詩或者寫任何文學嘅作品上書法嘅時候，咁就係余秀華嘅《風吹墟村》嘅最尾嗰兩句啦。我心湧悲傷的時候，大口吃飯，這種炫耀唯有風知道。唔知啊，咁可能有一排嗰種詩對我嚟講係可以抒發或者去梳理或者去抒減或者好沉重嘅感覺，咁後來變成一種。唔知啊！呢排輕鬆啲啦，個人，即係嗰種可能又為翻個人，又唔使特定去排解某啲悲鬱，又唔使特定去回應呢個世界好大嘅壓迫，咁更加唔使話寫完就令到希望人哋睇到我啲詩之後，然後就覺得悲傷係可以咁。有時係咯，大口吃飯，然後就風知道你嗰種悲傷，咁又喺風裏面就消失嘅一啲悲傷，咁都幾快樂咯。我覺得好處咧係咧，你寫詩嘅時候咧，當你寫某一類型嘅好詩咧，係某一類型嘅好嘅詩人先至會感受到，係某一類型嘅人，佢特別會感受到你嘅頻率，或者你會感受到個頻率。喺呢個過程入邊，一首好詩唔單止代表緊一首好詩，佢代表緊你可能會喺嗰個同類之間產生嘅共鳴，會有更加多嘅好詩出嚟。係。好。如果冇太多人補充住啦，咁我哋俾啲機會即係台上，其實應該係台上嘅同學有冇啲咩想問可以隨便問？冇我哋又會冇停口㗎咯喎。你哋快啲講嘢啦！你哋坐喺度聽我哋講嘢講。我哋4個人係可以講3日3夜嘅喎。係咪？應該得。應該係，就係洪華一個都講2日半啦。快啲講啊！快啲講。係。通常呢啲場合咧唔使咪嘅，我夠大聲。通常呢啲場合有第一個人講咧，就會有第二個人講。好嘅。係。我覺得黃玉瑩你讀詩讀得好好聽。多謝。好把握到。我練咗好耐㗎啦。都應該唔係即係隨意為之嘅。曾舜明師兄咧就認識你個名好耐嘅，不過可能都冇乜機會同你傾下偈。咁但係你呢首詩咧，我覺得唔使，即係找到吉澳的雲咧，我覺得係比即係如果你唔係以前即係早期嘅，即係你揀出嚟嘅作品比咧，咁好明顯找到吉澳的雲咧嗰個層次係豐富好多。我唔係好覺得係即係雲淡清風或者嗰種恬靜，嗰個語調係恬靜嘅，但係嗰個句子係有力嘅。如果睇頭嗰兩句咧，就知道顯然係即係對個世界有批判。我們相信每個地方的雲都是陰陽的，因為我們從不同起頭。即係其實一首好嘅詩，或者好多時寫詩，我哋經營即係起手嘅嗰一下嘅時候咧，其實個力量係強大嘅。咁所以即係可能成個節奏係舒緩嘅，又或者因為大家都俾呢個也斯嘅吉澳的雲即係什麼都沒有發生嘅一篇咁樣嘅散文，即係可能過咗。但係其實我覺得個作品本身背後係有一種嘅力量喺入邊，好似啲茶咧，你飲第一啖咧，唔係好感覺到咩味道，但係你再飲多2-3啖嘅時候咧，嗰種苦味或者澀味咧就出嚟。所以係我諗我而家呢個年紀會比較能夠體會即係呢一類型嘅作品嘅。但係我頭先都聽即係黃玉瑩又或者洪華講話最初寫詩嘅時候我諗我諗翻以前好讀大學嘅時候啦，或者讀研究院嘅時候寫嘅詩嘅時候咧，都係會比較追求一種係即係一出手嘅時候咧，我哋要讓你見到我嘅技巧，或者讓你見到我嘅技巧，即係用呢個神雕俠侶入邊嘅
獨孤求敗嘅典故就係、即係弱冠之前嗰把劍一出就要係削鐵如泥，咁但係到中年嘅時候就係玄鐵重劍啊嘛，即係嗰一種嘅你唔覺得係鋒利，但係佢係有力量。咁我諗係可能係同年紀、閱歷或者心境，甚至係狀態，即係呢一切有關，會影響到嗰、個即係詩歌嘅創作。即係我自己係咁樣。啊，我係周文文，唔好意思。問到你，我認得。中年我哋寫，你中年。我有中年。不過我都係啊，我多謝阿文律嗰個閱讀，即係我都承認，即係即係有以前有個唔係老師係上司，即係佢都覺得係，即係我嘅心境係同我年齡係爭10年，即係早10年咯，即係可能30幾歲嘅時候，我30幾歲啫，即係心境可能40幾歲，即係40幾歲嘅時候50幾歲，即係都係有趣。即係不過我覺得都係阿文律講嗰個都係。其實我都係一個追求嘅一個詩嘅態度啦，即係可能都係要，即係未必要咁 sharp 啦，可能專登即係可能本身唔 sharp 啦嚇，或者係專登冇咁 sharp，即係都想係回甘嗰種感覺嘅，都係一種都有經營嘅，確實係。咁我回一句啦，係即係都唔好意思啊，咁老師係啦，都想講講。我覺得除咗閱歷同埋年紀之外，其實我覺得同嗰個人本身嗰個世界觀或者價值觀，其實我都會有啲關係。因為其實你睇翻好多唔同嘅詩人，其實唔同嘅年紀，佢哋嘅寫作嘅取向，未必一定會越嚟越生活或者越嚟越去追求嗰一種嘅質感喎。一樣有啲詩人係到死一刻都係追求踩鋼線嘅喎。或者係追求一啲最極端嘅一啲語言實驗嘅一樣有咁樣嘅詩人嘅喎，係咯，我會咁樣去諗咯，即係我諗閱歷一定係好重要嘅角色嚟嘅，但係再加埋嗰個人本身自己嘅人個本質個本性咯，我會咁樣諗咯。我講起呢個閱歷同呢個本性，我都想講本性，我就記起洪偉蘋果嘅其中一首詩啦，就我本詩集嘅第一首詩就叫《樂樂》啦。咁我讀下先啦，因為佢只不過係5句啦。咁樂樂，我覺得這個世界是應該敲門的，正如這個世界應該是快樂的，然而它不。咁洪偉就評我首詩啦。咁佢寫嘅時候咧，佢就俾咗佢篇評論我睇。咁跟住佢寫裏面嘅寫法就係佢話咁就黃耀瑩詩人咧，咁佢就不停向呢個世界敲門，但係就俾呢個世界所拒絕啦。咁我之後就話翻俾洪偉聽，其實我覺得係個世界應該向我敲門，唔係我應該向呢個世界敲門。咁我覺得我覺得唔知啊，都係可能有種性格即係讀者設想我，或者讀者自己本身嘅即係睇呢個世界嘅方法，可能就係即係佢向世界敲門。咁佢設想其他人都係會有一種可能同樣一種想像入個世界，或者係即係到處碰壁嘅一種感覺啦。咁但係可能我個人寫嘅時候就表達出一種好自我中心嘅一種狀態，咁就寫個首詩就唔係。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個世界向我敲門咯，咁樣即係性格啩。有冇其他問題？我講完就靜咗啦。係咯，好衰啊你！有開圖啊？係啊，嗌緊你啊！問題啊？朋友俾我問你。唔使啦。阿洪偉講到話會睇一啲古文啊嘛，但係就話佢寫出嚟嘅詩反而係好前衛嘅語言嚟嘅。咁我想問下，即係你睇古文對寫詩會唔會有咩幫助？都會有㗎，我相信會有嘅，係咯。咁呢個想法都唔係淨係我一個諗嘅。咁我都有問過廖偉棠，咁佢都覺得佢其中一個修練嘅方法，或者去提升自己嘅方法，提升自己寫詩嘅方法，都係閱讀古文啊，或者閱讀古詩啊咁。其實我覺得，因為我覺得對我好處係在於我可以去化用一啲好常我哋會讀到嘅嘢，即係我可以，即係我嘗試過化用一啲譬如《論語》啊、孟子啊，或者各種各樣嘅歷史人物啊咁，甚至我頭先今日讀嘅時候，係啦，讀嘅嗰首《愛奴》其實都有莊子，都有吳喪我，即係我想講吳喪我嘅時候，我還是好好的，咁我以為。即係嗰個吳同埋我好似係兩個人咁，但係其實都係同一個人。好似有人可以另外一個人可以幫到你，個吳可以幫到我，但係其實嗰個吳都係我嚟嘅，即係其實都係最後尾都係冇人幫我咁樣，都有即係我會覺得係一種咁樣嘅幫助咯，可以轉化，可
咁下堂廖偉棠嚟呢度，你應該要上堂喎。所以而家搞嘅一個詩歌評論班啦，咁就請咗廖偉棠，即係個詩人啦，嚟中大嚟進學院嗰度講詩歌。下一堂10月29號，其實係10月20。接住先，下個禮拜三。下禮拜下禮拜四啊！咁下堂啱啱佢就預告咗，就係講古文同埋古詩係啦，古典詩歌點樣影響現代詩嘅發展，全世界係即係包括即係 Ezra Pound 其實係翻譯咗好多嘅中國嘅古典詩啦，甚至 Octavio Paz 墨西哥嘅詩人都係翻譯過好多古典嘅中國詩，即係有呢啲嘢，大家都係諗諗中大嘅係啦，咁係咪都係我要講嘅？即係有冇其他人有嘢問？冇就差唔多係咪啊？仲有冇人想問？可唔可以？你聽完。仲有一條問題啊！或者講嘢都唔一定問。我講下嘢咯，感想咯，就話咧你讀詩真係讀得好難聽，你唔好再讀啦，咁都 OK。係喎，又講開喎，曾順明老師係你係陶老師寫前輩嚟㗎嘛？係啊，陶師姐係。呢度最少有3個嚟嘅，3、4個嚟嘅後輩啊！康圖係社長啦，仲有希成，到你問嘢啦，都係社長係啦。我就係梁船君社長嗰屆。唉，早講啦。之後有出過。梁船君以前同事嚟㗎。咩啊？除草嘅有出過本詩。係啊，記得。有嘢問啊？暫時未有。哦，咁差唔多啦。仲有冇？你有冇嘢補充？關於生活，關於詩，未來會更好定更壞啊？大家覺得自己嘅生活，呢個城市，要答呢啲㗎？唔係問下啫，可以唔答嘅。應該冇答案嘅呢啲問題，係啦。有嘅，我哋用詩寫咗出嚟啦，係。好 ，OK， 有冇其他問題？冇，咁差唔多啦，唔該晒。多謝。我話你答唔要就得㗎啦。呢啲係大家都係詩人嚟㗎。好多謝4位，其實都係詩人嗬。咁今日嘅形式同我哋過去好唔一樣嘅。如果你係書寫力量嘅忠實擁躉係嘛，好多火花，好多鬥嘴。咁但係我覺得咧係大家對即係生活對詩歌都好認真，所以咧我覺得嗰種火花係好精彩嘅。咁好多謝佢哋。咁我哋有少少紀念品送俾佢哋。我哋請阿范生幫我哋俾呢本係我哋好重要嘅一本出品。要影相啊呢個。我都想買㗎。唔使啦，有啦。我哋一齊。係企後少少喺嗰個牌後面啊！請大家忍耐一陣間啦，依家仲有少少宣佈嚇，等我影佢張相先。呢個係21世紀中大呢一日啊，咁係其實13年書寫力量辦嘅一次徵文嘅活動，咁咧就我哋今年出版咗，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喺書店嚟揾一揾。我有影相先。多謝。咁正話宇文啊 Jackie 話咧下個禮拜唔係今個禮拜4嗰個詩歌工作坊咧，其實係要報名嘅，已經滿咗額啦。咁所以好對唔住咧，係因為個房太細啦，我哋已經爆咗多咗1/3嘅人啦咁樣。咁所以我哋仲有工作坊咧，下次請早啦咁。咁我哋仲有活動嘅，咁咧今次係今年度嘅第一個藝文進行嘅講座啦。嚟緊下一次咧係11月11號，11月11號。咁咧我哋請咗伍淑賢女士。伍淑賢女士咧，佢其實係一個好資深嘅創作嘅人啦。咁佢最近咧出咗一本小説，咁咧叫做《山上來的人》。咁係文學生活館啦，佢哋做咗一次嘅俾香港文學季嘅點樣講嗰個係一個活動呵，即係咁就有2本書咧，佢哋挑咗出嚟咧，係認為係過去嗰年好能夠代表香港嘅一本書，其中一本咧就係伍淑賢嘅
山上嗰啲人。咁今次咧，我哋請伍瑞賢嚟講咧，就係講佢嘅創作歷程。咁佢俾個題目咧叫做咧寫作馬拉松，即係由佢好早年開始投稿掃葉，佢係掃葉嘅忠實嘅作者嚟嘅。咁由掃葉一路到掃葉已經如果大家知道掃葉嘅掃葉已經係停刊又復刊又停刊咗啦嚇。咁雖然掃葉嘅人仲喺度嘅咁佢咁漫長嘅創作過程，咁我哋請佢嚟分享。今年我哋嘅主題咧都係圍繞住寫作，圍繞住書嘅 ，OK。咁所以11月11號星期四個日子我哋有啲唔同啊，因為今日咧我哋特別係夜晚少少嘅。咁下一次咧就係星期四嘅4點半至到6點鐘。咁啊歡迎大家嚟啦，或者報名啦，俾我哋預先知道好預啦咁樣話。多謝大家。咁應該可以捉佢哋再問啦嚇，再討論啦，再辯論啦咁樣。好，咁多謝大家，咁下次再見啦。就本來大學班本嚟嘅，咁你係數嘅，但係因為都又有學生就話，即係學生買咗本書，跟住佢話我本書冇封面，跟住我話哎呀，係啦，因為本身個封面入，所以就入錯咗嘅，即係本來我諗係算啦，冇問題嘅，但係跟住我係都係冇啦，費事跟住又攬一個低啲字入，咁所以就入咗我講。以為係平台應該係，我哋應該係大部分嘅公司咧有香港同好多本叫做跟住就同我頭先講我下咗我問正名嚟㗎，話佢都問題喺呢度，佢路易佢叫路易加佢北大學，因為佢話我抄嚟個佢，但係我。